主后2022年12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仰望上帝，心中公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0篇第1到13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，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。因心内图谋邪恶，不时制造纷争。因的舌亲像毒蛇的舌遐尼利，因的嘴唇有毒蛇的毒。上主啊，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，因图谋要甲我车倒。骄傲人暗中掘陷阱，张罗网，伫路边设圈套要害我。我对上主讲：你是我的上帝，上主啊，求你压耳孔听我恳求的声。至悬的上主，我大溃力的拯救者，伫交战的时，你有保护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互歹人的心愿实现，毋通互因的计谋成功，得到自高，毋通互围困我的人胜利，着因嘴唇的毒，害着因家己。求你用跌倒的火炭降落伫因身上，甲因ฮ็落火，等伫深坑袂阁起来。求你互制造是非的人伫地上徛袂牢，着互在下甲强暴的人对调调，拢甲因拍倒。我知上主会为着困苦的人伸冤，为着善车人主持公道。义人一定会感谢你，正直的人会当伫你面前徛起。以上。仰望上帝，心中公义。耶稣降生了后，敢有随时就带来全地平安无？看来是无。希律王反转屠杀2岁以内的查甫人。面对冲突，台湾人常常讲双方拢有毋对，总是对圣经通看到，小者就是无任何理由也会攻击义人。身为基督徒的咱，若无缘无故互攻击，应该怎样面对也是回应呢？诗篇140篇大笔的祈祷，值得咱学习。大笔伫诗中讲到，遐个恨恶伊的人，设罗网甲圈套要陷害伊。罗网甲圈套原本是要掠取动物用的，会晓设置圈套的猎人是聪明的，因为伊会当凭着对动物习性的了解来布置陷阱，无需要主动追击，就会当捕获猎物。这表示遐个恨恶大笔的人，只要设计罗网含圈套，就会通暗中伤害大笔，并无需要甲大笔有直接正面的冲突。安尼，大笔要安怎是好？大圣大笔伫基督中宣告，上帝是所有的人的主宰，是保护伊，也是掌管敌人的主。所以祈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互歹人的心愿实现。大笔相信，若无上帝允准，无人有计划会通得到实现。就算迄陷害伊的人会当暂时掌握某一寡权势，会当主导舆论的方向、司法的判决，总是最终有坐伫至悬的位的上帝掌管一切。其次，特别求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。
对第99、11的内容，用现代口语来讲，可能是遐个骂人无带粪扫话的，掠做因出喙无出手就无代志是无？因伤人了后，硬摆几个理由就通煞开罪责是无？若要讲，就出在因尽量去讲。愿上帝对天审判，愿遐个使用喙舌做刀剑，要治我到死的人，要亲像索多玛甲蛾摩拉，话讲犹袂完，上帝就对天降火含硫磺烧灭因。对人民看，这就是旧约用目睭陪目睭，用喙齿陪喙齿的原则。检采有人会质疑，信上帝人敢毋是应该爱疼人？耶稣毋是教示门徒着爱疼对敌？其实，这个重点并毋是报复，是经过做歹人，上帝会有公义的审判。咱对大笔的生平通看。伊对迫害伊上深的扫罗王并无报复，反倒转是听候上帝公义的审判。咱可能拢听过有人无辜受攻击，有时是伫职场，有时是伫校园，有时甚至是伫教会，也是家庭。受攻击的人总是感觉真无辜、委屈，值得反思的是。面对恶意的攻击，咱是用歹报歹，也是仰望上帝？望心肝家己问，基督徒难免有时也会有想要用歹报歹的念头。不过，大笔的基督提醒咱，着相信上帝掌权，仰望上帝公义的审判。主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并无互世间所有善恶冲突拢消失无踪，总是伊的死甲过活已经充分显出上帝的公义，国度必然降临。默想，伫冲突中，我要宣告上帝是至权的掌权者和审判者。伫冲突中，我要宣告上帝是至权的掌权者和审判者。咱来祈祷，圣洁公义的父上帝，求你互我甲大笔同齐宣告你的掌权，仰望你的公义，听候你荣耀的日子来临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